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丽莎。我之前有看2支我去瑞士旅游的影片，就有真侪观众朋友走来问我一寡问题，所以我今日准备了10个问题要来回答大家。等一下，我换一下背景，安尼有才有瑞士的感觉。娃娃 TV 讲台语。第一个问题是，即马瑞士的疫情状况，敢搁爱挂喙암？官方的疫情统计资料我是唔知啦，毋过照我看到的来讲，瑞士应该是无啥疫情啊，因为伫街仔头巷仔尾拢真罕得看到有人挂喙암。阮头一天去的时阵嘛是喙암挂条条，后来看大家拢无咧挂，所以阮嘛绑落来啊。毋过阮嘛是搁淡薄仔会惊，所以阮逐工要出门进前的拢会抹即罐阮朋友介绍的药啊，只要即淡薄仔伫棉仔机顶罐伫鼻孔口这附近抹的。就会当保护10点钟左右，毋知影是毋是有我这的关系，阮4个人为瑞士转来美国，完全拢无代志。后一个问题是，啥物物件是去瑞士一定爱炸的？我感觉上重要的物件就是起锅甲起面，因为瑞士的饭店拢无提供这，应该是爱讲欧洲的饭店拢无提供这对啦。因为阮伫丹麦过暝的时阵，饭店嘛无提供起锅甲起面。第二个一定爱炸的物件就是这。插头转换器，瑞士的插头甲美国、台湾的拢无共。瑞士的插头是安尼3个圆圆的，这种2个圆圆的嘛会用日，这一定爱炸哦，无你的手机啊着无通充电啊。再来另外一个，我感觉一定爱炸的物件，就是会当掀滚水的物件，因为瑞士的饭店就罕得会有提供烧水壶的。亲像我就较爱啉半烧冷的水，我逐工下早起来就爱啉一杯。瑞士的水是水道头拍开就会使啉啊，毋过干那冷水迄边会当啉尔，烧水这边袂使哦。所以若是要掀滚水，看你是要炸一个烧水壶、电汤匙啊，也是甲阮共款炸一个会当煮物件的锅啊，拢会使。下早会当泡茶、泡咖啡，佮会当炸烧茶出去啉，下暗佮会当摕来煮泡面，真正是1兼3顾。阮即个鼎毋若轻佮好收袂顶地，安尼用开就会当煮物件。毋过爱提醒大家，因为瑞士的电是220的，所以你若是要买即种电器，就要经220会使用的，无会烧去哦。毋过因为瑞士的电是220，所以掀滚水拢足紧的，插头插落去无到2分钟就滚啊！阮咧煮泡面差不多拢2分钟就煮好啊，透死人无遐紧过。另外，因为瑞士的水道头拍开水就会当啉啊，所以建议大家会当炸一个茶锅去滴水。若是要啉烧水，也是半烧冷的水，就要炸温罐。好啊，因为瑞士食饭足贵的，所以你若是无想要逐工开钱伫外口食，嘛会使炸一寡泡面，佮有猪，这会当帮你省足侪钱的。啊，因为瑞士拢是山，所以你若是有要去行，就会当炸一个爬山馆仔。阮伫瑞士的时阵，就足火无炸的。另外嘛爱炸乌林目镜，甲抹冻拍膏，因为山顶日头真炎，若无准备好，会拍甲着伤哦。后一个问题是，去高山敢会有高山症？这每一个人的体质无共，你若是惊会有高山症，要出国进前就会当先准备药啊。亲像阮就有准备，毋过阮毋是黑白去买啥物威尔刚哦，听讲迄无啥效，阮是去找医生，请伊开预防高山症的药啊，互阮的。再来后一个问题是，瑞士是讲啥物语言？甲遐个人沟通敢会有问题？伫瑞士大部分的人是讲德语甲法语。毋过因的英语嘛会通，所以阮伫瑞士用英语甲因对话完全无问题。伫餐厅伊嘛有英语的菜单，所以毋管是食饭、买物件，也是问路，完全拢无问题。再来问题是，瑞士嘉年华是啥物时阵举办？这嘉年华每一档举办的时间拢无共，就亲像妈祖西景共款。因嘉年华的时间是根据户外节来定的，我敢若会当讲差不多是2、3月的时阵尔。所以毋管你是想要参加，也是想要撇开，伫规划行程的时阵，拢会使先查一下哦。刷落来问题是，伫瑞士车票安怎买 ？Swiss Travel Pass 甲 Half-Year 卡爱选倒一个较好？ Swiss Travel Pass 是买了后就毋免搁再买票，会当坐瑞士内底大部分的交通工具，除了一寡要去山顶的私营火车甲缆车以外，咱讲上贵的少女峰就好啊。
用这张 Swiss Travel Pass 敢若会当拍7.5折尔。不过有 Swiss Pass 会当免费参观瑞士内底超过100间的博物馆，所以你若是介意踅博物馆，是会当买一张的哦。不过 Swiss Travel Pass 的价格较贵，所以有另外一个选择，就是 Swiss Half-Fare 卡。要有这张卡，不管你是要买火车票、公车票，还是船票，拢会当用一半的价格来买。连要上山的私营火车、甲缆车嘛，拢是半价。所以看要买倒一张卡会好，会当根据你的行程先算看卖。亲像这张图就是阮算出来，结果就是买 Half-Fare 卡对阮来讲卡会好。你若是平单算，直接买 Swiss Travel Pass 会较简单。而且爱甲大家提醒一下 ，Half-Fare 卡敢若是一张拍折卡尔。你要坐交通工具嘛是爱另外买票，拄到差票的是爱摕出你的车票甲Half-Fare卡的哦。若无买票去互掠到，就是走票爱罚钱，而且佫会有记录的哦。大家毋通想讲瑞士差票无遐勤着，无要买票。阮去6港就拄到3摆差票的，公车、火车拢有。你毋知影因啥物时阵会出现伫倒位，所以可劝大家爱乖乖啊买票哦。另外，阮即摆去瑞士大饭店，基本上拢有提供阮迄个城市免费坐公车的票，所以阮坐公车基本上拢无开着钱。这张图是我转来了后算出来的价格，阮买 Half-Fare 卡真正较会好，甚至是原价的车票嘛比 Swiss Travel Pass 较俗，所以建议大家若是要省钱，真正爱先算一下。下来我来教大家安怎买票。首先 ，Swiss Travel Pass 甲 Half-Fare 卡，我拢是伫一个叫做 Klook 的网站顶管买。阮之前去日本的交通票嘛，拢是伫遮买。用这个网站买有一个好处，就是会比官方的网站买较俗。我嘛毋知影是安怎，而且伫这个网站买，佫会当累一点数。后一摆佫伫这个网站消费的时阵呢，会当拄掉一寡钱。有兴趣的，我会甲 link 放伫下骹的说明区，大家会当直接点入去买哦。咱买票拢是电子票，结束了后，Klook 会甲票 email 给你啊。好，刷落你若是买 Swiss Travel Pass， 安尼后壁伫瑞士买票的过程你就毋免学啊。若你是买 Half-Fare 卡，刷落内容你就爱较真少看的。即摆阮伫瑞士，我拢是用一个叫做 SBB Mobile 的 App 来买车票的，这是瑞士国提出的 App， 介方便，只要申请一个小号，甲你的信用卡号码拍入去就会使买啊。不管是火车票也是公车票，拢会使用这买。甲你同齐去的人嘛，毋免搁另外申请小号，只要你伫你的 App 内底加入因的名甲生日，就会使做伙买票啊。用这个 App 买的优点就是免排队，啥物时阵拢会使买。你人伫饭店就会使买啊，你行路的时阵嘛会使买，毋过爱注意安全哦。徛伫外台等车的时阵嘛会使买。买的方式真简单，我试一摆互大家看。咱伫 From 遮拍入你要坐车的所在。手遮拍入你要去的所在，看好时间，选你要坐的车，试红红的介绍一粒，搁一粒鉛笔的图，选所有买票的人。爱注意，你若是有 Half-Fare 卡，就爱看伊敢是写 Half-Fare 卡，若毋是，就点鉛笔入去改。选好了后，点这粒红红的去介绍，小结了，伊就会出现一个 QR code， 所有你有买的人拢有哦。当有人查票的时阵，你就拍开这个 App， 互因扫你的 QR code。另外 ，Half-Fare 卡嘛有 QR code， 同款拍开，互因扫就会使啊。安尼大家会晓啊吼。好，刷来后一个问题是，即马瑞士的游客敢有济？阮去的时阵是2月中尾2月底啊，游客是无济啦。毋过阮去的时阵拄好是因咧运动假，大家拢甲我走出来厝势，所以火车、公车厝势所在人拢真济，景点颠倒无遐济人。所以你若是无介意甲遐厝势的人伫交通工具内底客来客去，会当撇开2月，而且冬天有真侪景点拢无开，差不多爱4月份才会开。后一个问的是，伫 check in 时间3点进前 check in， 敢会使入去房间？对我伫日本甲台湾佚佗的经验来讲，一般拢是3点以后才会当入去房间。毋过我感觉瑞士是，伊只要整理好，会当互你入去，伊就互你入去。我毋知影安尼讲对毋对啦。毋过我即摆去有2间饭店，阮拢是3点进前就到啊。一个是点外，另外一个是11点外。点外迄间阮到的时阵，伊就互阮入去房间啊。11点外迄间是阮到的时阵，伊还未整理好，所以伊叫阮伫大厅等15分钟了后，因整理好就互阮去哩啊。后一个问题是，瑞士的餐厅是毋是拢足贵的？其实我感觉甲美国差不多呢。伫美国，阮兜4个人出去食饭，俗的嘛差不多爱7、80块，食较好的嘛拢爱100几块，瑞士嘛差不多是安尼。甲大
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啦，就是阮小妹伊听有韩国话，阮伫瑞士的时阵，伊就听到一个韩国人讲，伊规工拢无食，因为餐厅看来看去拢伤贵啊。所以我想，瑞士的餐厅对一般伫亚洲做工课领薪水的人来讲，应该是算贵的哦。最后一个问题，嘛是上侪人问的，就是瑞士的物价。阮即摆去瑞士拢总开偌济钱？阮出发进前4个人的机票、饭店甲哈菲尔卡加加差不多开5600块左右的美金。后来车票、餐厅甲超市买物件加加差不多1800块左右。大家爱注意的是，阮大的饭店大部分拢是有加早顿的，所以阮下早仔拢食足饱，到下昼其实拢无啥会枵，所以安尼就省一顿。阮一般拢是下暗才去餐厅食一顿青草的，也是去超市买罐物件，转去配泡面，所以安尼省袂少钱落来。另外，因为瑞士水道头拍开水就会当啉啊，所以水这条阮基本上无开着啥物钱。过来就是饭店送的免费公车票嘛，帮阮省袂少钱落来。毋过大家爱注意，毋是每一间饭店拢会有送哦。阮最后一工伫苏黎世大的饭店就无，所以全部安尼加加的，阮4个人即抓差不多开7400块左右的美金，一个人差不多1850块左右。其实我感觉这无算贵。我转去台湾来回机票嘛，差不多是这个价钱。阮即摆的钱基本上拢开伫交通甲饭店顶悬，食饭甲超市买物件其实无讲介济呢，差不多600-700块，而且是4个人6天哦。好，以上就是10个瑞士旅游的问题，希望拢有回答到大家的问题。若是阁有啥物问题，嘛会当伫下骹留话。另外，我嘛有写 blog， 有兴趣的会当去看卖哦。我是 Lisa， 今仔影片就到这，若是喜欢我影片的话，连我就要起赞，甲分享出去，也袂订阅观众朋友嘛，袂是下订阅，你可以表示你拢安尼个收相片通知哦。另外，买 Lisa 会员这对跟开始了，欢迎大家入来甲我支持一下哦。另外，Lisa 嘛 Facebook 跟 Instagram 嘛，欢迎大家follow一下赞的哦。好，安尼后一个节目。再会。